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。是我讲台语，我是等小长。好，开始啊！啊，接落来咱要来看的这种喷糖，伊有两支长长的物件哦。好，啊，开始哦。OK。OK。哈哈，伫咧路边看到一只牛角碗，来到看到这牛角碗。这牛角碗，就是华语讲的天牛。你要摸哦？你敢敢摸？我会当摸。你细汉嘛安尼问呢？问讲敢会当摸？要不要摸互你看哦？你这牛角碗，你敢我讲？牛角碗妈妈摸，妈妈唔敢摸。啊，这种糖伊会叫做牛角碗，你敢知影为虾米？为什么？因为伊头前迄两支角啊，足长，足像个牛共款。以前人可能感觉伊足像个牛，啊，所以就讲迄是牛角。啊，伊阁有一字叫做碗，对无？碗。对，就是因为你若甲伊掠着，伊的身躯有一个关节安尼，关哦。伊若甲伊掠着，伊会紧张，伊就安尼一直动，啊，伊就关。啊，所以就叫做牛角碗。哈，我要互伊安尼转。后盖咱若去山顶，还是野外拄着，我才掠你看。安尼会当，互伊转。会使啊，伊就关。啊，我唔敢因为我惊伊甲我喷着物件。哦，牛角碗袂甲你喷啦。喷着晒，我就感觉舌头的，我就晒哦。安尼咻的，啊，我就爱个当去洗身躯啊。啊，因细汉的时阵嘛是白白啊长。我要看，我要吹。我找相片互你看。啊，伊安尼你看，一只拢爱长哦。啊，这有人咧食呢，你敢不敢食？敢。你敢哦？安尼后盖咱若有机会再看卖。香的听讲袂歹食，啊，毋过我嘛无食过。好，啊，我教你安怎看牛角碗公的还是母的，好无？因有足长的手，啊，通常公的这两字，有人叫角还是手啦，就是昆虫的触角。因的手吼，若是比身躯较长的，通常是公的；啊，母的就袂比身躯较长。大部分会当安尼看。你看这只的角足长的对吧？对。伊的角若是比身躯较长，就是公的哦。啊伊会甲我拄着，我会惊。袂啦，伊袂甲你拄着啦。啊，牛角碗有足侪种类的，啊，有的加树皮，所以我种果子的人较无爱因来。为什么迄个种树的人也叫做要因来的？因为因若是生卵伫咧内底啊，啊因的幼虫会住伫咧树内底种空。啊，像有一寡牛角碗会食樱花树，啊，毋过嘛有一寡种类是食死去的树仔。咱今仔看的这种糖叫啥物？这啊，这叫啥？昆真糖。啊？昆真糖？毋是，牛啥物？牛角碗。对，牛角碗。嘛有人叫因牛角碗、山牛角、水牛角，因为因的角足长的，足像个牛，啊，因个会安那叫。安尼上恐怖，因会安尼关，所以叫做牛角碗。好 ，OK， 安尼咱就看到这。我要看开门去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